上主至圣公义，伊指示罪人该行的路，伊引领谦卑的人行正直的路，将家己的旨意教示因用信息袂会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伊的约甲命令的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会当过来三甲主周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即时咱三甲吟诗来学罗上帝，咱三甲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伫肺炎疫情的这段时间，阮无法度正常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这个时阵，阮亲像代表的诗安尼讲，人若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阮就欢喜同一样。这时，阮就是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恶乐入你的院。愿正受阮的兄弟姊妹，要伫遮抱着满心的喜乐甲感谢，来到圣殿来敬拜你。阿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就是迄个起头也是落尾的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是伟大的上帝。世间有多少个神会得当甲你来比拼的？
当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的起头，看一切拢是遐尼啊的水，遐尼啊的美好，然后用即个世间交互阮人来去管理。毋过世间人却是吞大破坏即个美好地球的环境，直到生态失去了平衡，侪物种要将近灭绝。藉着即一摆的疫情，遮个物种会当重新搁活泼起来。阮就反省到，阮的人类的贪心甲自私，实在亏欠上帝你所交托的代志。伫即个地球村即个环境之下，阮在即摆肺炎的疫情还未过去，侪国家的百姓还阁处伫水深火热的中间。阮深深感谢阿爸爸上帝，你的圣手抓牵保护台湾即个土地，甲所徛起的即个百姓，无互即个大的灾难，互阮会袂得通会堪的。除了阮求上帝，你继续保守阮以外，阮也想念着伫目前大即个世界村，已经有40几万人伫即摆肺炎的疫情丧失了因的性命。求你的稳定甲人民悠然降临伫即个所土地甲地球，互遮个病痛的人甲困苦的人会当得到透放。因为你是列国列邦的上帝，主啊，阮相信了祈求，你的稳定甲人民也同款临到因的身上。只是阮嘛求你会当看顾保守遮个人，互因有机会会当来归应你。并且会当，若得到你的帮助甲医治的人，因会当更较思考，反倒转来伸手援助，或者40几万的家庭来得到帮助。同时，阮要在这个所在向你大胆来恳求，求你来将这个肺炎对安尼来停止，无好搁再拖落去。亲爱的爸爸上帝，这是阮抱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求你的圣神来监察阮，提醒阮所做所行的。阮知你有教示阮有2条的诫命，就是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阮的上帝，搁互阮爱听阮的厝边，那亲像听阮家己一样。毋过伫阮的日常的中间，阮常常因为阮的喙齿敢若一支来剑共款，无论是无适当的滚生笑，也是阮家己对别人有啥物偏见，也是因为阮意爱着话来传话，直到阮常常伫有意甲无意的中间去伤害到阮的兄弟姊妹。对安尼，亏欠了阮的兄弟姊妹，也亏欠了上帝。天父上帝啊，求你来赦免阮的过错，求你的圣神也警醒阮。控制阮的话语，无搁再来犯错。另外一方面，阮如果若是感觉阮得到伤害的无论阮是过度的敏感，也是阮的北长无够快，求你教示阮学会晓来疗赦免别人。主耶稣，因为你伫主祷文里有教示阮，因为阮求天父，你来赦免阮的过错的时阵。你嘛，互阮反省，阮敢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主耶稣，实在深深来感谢你的教导，因为阮学会晓疗赦别人的时阵，其实搁较侪，阮是疗赦了阮家己。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今日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感谢你有呼召一群愿意献身的兄弟姊妹，甘心乐意，无少辛苦着磨。要行这条无容易的道路，要为着福音的国度来征战。求你，予这群精兵甲勇士，伫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阵，无拄到任何的阻碍甲阻挡。祝福因家庭的大大小小，拢有你满满的恩典伫甲因同在，予因未来的服侍中间的场所，拢得到人，敢若亲像得到鱼。互福音得到广传，信徒会当得到造就，将荣光归予上帝。求主啊，祝福神学院做的事工，
这个事工拢是合着你的旨意，是互你欢喜的。主，因为你是大富有的上帝，求你来祝福新人院种种的事工，一切拢袂得到欠缺。阮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即时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这是咱们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咱掀开圣诗的后面第11面，圣诗的后面第11面，启应文第8篇，我来启，请会众大家来引。启应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中保护我。将我藏伫布边较密的所在，但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恨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红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衬，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咱搁再一摆起立吟诗来感谢上帝。圣诗348首，圣诗348首，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真欢喜，邀请圣歌队带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吟的诗是咱着彼此相听。感谢圣歌队带咱来阿罗上帝，将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这是我要来攻读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节到44节。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4节，伫现代的中文译本伫新约第8面，台语汉语版是第5面。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4节。恁捌听见有安尼教师讲，恁着用目睭来背目睭，用喙齿来背喙齿。但是我要甲恁讲，毋通欺负恁的人来报复。有人扇你的正边的喙皮，你连倒边嘛互伊扇；有人求你上法庭，要伫你的内衫，你连外衫嘛互因啊！假设有占领军的军人要强迫恁替伊来排行李走一里路，恁就为伊加行一里路吧。有人问你要挃物件，你就互因；有人要问你借啥物，你就借互因。恁阁听见有安尼教训讲，听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但是我要甲恁讲，要爱听恁的仇敌，并且为着你迫害恁的人来祈祷。以上圣经
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今仔日真欢喜，要邀请台南圣亚年的院长黄崇尧牧师伊要来分享信息。伊的信息的题目是：听你的受得吗？听你的受得吗？咱请黄牧师。咱所敬听的蔡牧师，咱的牧师同工中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过去足久的时间对台南新学院的支持。虽然今年可能大家拢无讲足顺遂，募款也无讲足顺遂，抑个阮有信心会当通过即个疫情，有一个新学教育较深的反省。今仔早起，我要用听你的对答来甲咱三角来思考。听你的对答，减有可能。爱迪生讲，消灭敌人上好的方法就是化敌为友。化敌为友，敢有可能？有人讲无可能。若有人扇你正边的喙皮，倒边也互伊扇，这是弱者的行为。这款的宗教是鸦片。有人讲有可能，因为咱的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敢毋是赦免压迫伊的人，因为因所做，因毋知。1956年，法国的哲学界针对这个希特勒的纳粹的恶行，有一个深度的讨论。有犹太背景的法国的哲学家珍奇勒维茨，伊安尼讲。伊讲纳粹恶行的无合理，甲听的专灵，即个中间是未通的，未通的，所以赦免是无可能。即款的赦免，毋也真做廉价的恩典，也会互人真紧就袂记咧遮的可恶，遮的恶行。佫较重要的是，犯罪人。袂捌甲遐个受害者来请求赦免，即款的赦免是无有意义的。另外一个伊原有犹太背景的法国的哲学家德吕达，伊安尼讲：去赦免人，并毋是建立有人请求赦免。伊讲赦免的本质是一种的信念，一种的吊命。可能赦免无法度赦免的罪，才是真正的赦免。伊讲即款的赦免是无可能的可能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耶稣爱咱听咱的对答。伊讲人是目睭陪目睭，喙齿陪喙齿，总是。恁袂当用歹对歹，中文讲以恶报恶。英文有一句话讲了真好，讲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两项毋对的代志，无法度成就一个对。毋对就是毋对，两个毋对要安怎正做对？罗马书12章17节，保罗嘛讲过，无得用歹报歹。我读到这个美国澳门新学院的圣经学的教授，一个 Dr. Walter Wink， 伊咧解说这段圣经真有意思。伊讲，若有人扇你正边的喙皮，倒边也挖互伊扇。Dr. Wink 讲，这是对人性暴力的非暴力的抵抗。是安怎讲呢？伊讲，伫新约的时代。主人会当对你的奴隶扇正边的喙皮，扇正边的喙皮是对你的侮辱，总是真奇怪吧？对方若徛伫我的对面，我要哪用正手扇伊正边的喙皮，我毋得安尼扇，这个姿势足奇怪嘛。所以伊讲是用你的手臂去扇伊正边的喙皮，要紧是要甲伊侮辱。你毋是人，你是一个奴隶，是要甲伊侮辱，所以这是对人性的侮辱。
所以Dr. Win 讲，当你甲这个倒边的喙皮挖过来时，你是咧保护你正边的喙皮，唔通去甲我线啊！所以当你甲倒边的喙皮挖要互伊线的时，是对这个人性的侮辱，一个非暴力的抗议，也是反抗。有人要告你，摕你的内衫、外衫嘛放互伊。Dr. Win 讲，这是对经济暴力、非暴力的反抗。新约时代，有影你若欠人钱，需要物件来抵押，内衫会当抵押，总是外衫袂使。咱若读出来记22章26节，讲你若摕厝边的衫做准当，你落就要行伊，因为伊只有这领衫通好夹，是伊夹身躯的衫，若无伊要安怎困？这是基本的生存权。所以摕人的内衫来抵押，已经是过头的无情。所以你会当来抗议，将你的外衫搁穿互伊，这是对经济暴力、非暴力的抗议。因为伫犹太人的文化，看人无穿衫是见笑的代志。所以见笑的人，毋是无穿衫的人，是看人无穿衫的人，较是见笑。这亲像印度的甘地，写批互即个美国的黑人安尼讲，1200万的黑人，毋通因为正做奴隶的子孙来见笑。做奴隶毋是见笑，做奴隶的主人较是见笑。最后讲，有人勉强你行一里，你就甲伊行2里。Dr. Win 讲，这是对政治暴力、非暴力的反抗。因为新约时代，军人会当照法律来要求一般的百姓来摕伊的装备，跟伊的装备对伊来行路。总是罗马的法律规定，上济只有会当行1里。所以我要甲你行2里，若行2里，你就犯法。所以Dr. Win讲，这是对强权压迫的暴力一种非暴力的反抗。Dr. Win 安尼讲，通过非暴力的反抗，是要唤醒对方的良心，唤醒对方的良心来改变。伊讲这确是听对着的态度。我咧看美国这个黑人民权的这个领袖牧师，这个马丁路德金文牧师，伊的厝去互白人点3遍的炸弹，伊为着抗议14遍去坐监牢，伊最后伫免费去互白人用枪甲伊弹死，总是伊有缘相信迄个非暴力的反抗。伊安尼讲，非暴力的反抗，毋是要找求方法来打败对方。反倒转是找求所有的可能性，来得到对方的友谊，唤醒对方的良心。因为非暴力反抗的本质，就是甘愿接受对方加伫我身上所有的苦楚，佮无去报复。总是非暴力的反抗，也确信咱所信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一定会徛伫咱这边，徛伫公义这边。我咧读这个，咱即马是6月，我咧读天安门的事件，2012年，这个中国6四的天安门事件，拄好23周年的时，已经信耶稣的民运人士叫蔡林，伊伫《基督日报》写一篇文章，伊安尼讲，当咱的内心充满和平甲赦免的时，咱伫一个真小的程度，反映出耶稣对整个的人类迄个上大的赦免，上大的赦免。伊讲咱嘛知影，当咱伫天安门前面对坦克甲机枪的时，
佫决定无放弃迄个和平的理性、非暴力的时，咱已经选择了赦免。伊讲，咱嘛着爱知影，只有咱真正赦免的时，迄个久长的和平才会来到。当然，元旦有而开始，因无同意这款的意见。元旦讲，伫杀害者啊无任何忏悔、道歉，甚至今仔日啊继续咧杀人的时，只有请求被害者的原谅，对受害者来讲是无公平的。有而开始共款，伊讲赦免甲谅解，是伫正义是非清楚了后。这嘛是一个犯罪人恳求赦免应该有的态度。这毋仅是宗教的价值，也是普世的价值。我要请大家注意来听这个彩玲伊的回应。伊安尼讲，真侪朋友拢误解讲赦免，只有是对方忏悔了后，咱较好意。是对方互公义拍败的时，咱较施舍。总是咱的主耶稣，毋是安尼。咱的主耶稣毋是安尼。耶稣伫因还未认罪，甚至还搁咧伤害伊的时，已经祈祷天父赦免因，赦免因。伊完全无需要安尼做，总是因领安尼做。佫是家己上痛苦的时，安尼做，所以伊要求伊的门徒嘛安尼做。听你的对着，听你的对着，毋是导航，若是你就互你的对着，甲你予取予求。下面你的对着，毋是廉价的恩典，若是咱的记忆就无重要。菲律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因伫马尼拉做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互日本军台死的这个10万个人。这个纪念碑写一句咱拢熟悉的话，讲 ：We can forgive， 阮会当赦免 ；We should never forget。不过咱绝对袂使袂记哩，袂使袂记哩。听你的对着，大亲像 Dr. Wing 所讲的，是一种非暴力的反抗，也安尼互遐个艰苦、遐个伤害的代志、遐苦难的记忆，咱会当家记起来，诚做咱真要紧迄个疗伤、即个内在的即个快乐，也毋望迄个未来更较好的即个未来。犹太人就是安尼。因9月过新年，将迄个之前586年亡国的艰苦，藏伫因的心内，成做因的记忆。过年的时，毋通袂记咧咱上艰苦的事。10月咧纪念清明节的时，将迄个伫旷野所受的遐个艰苦、祖先的死亡，藏伫咱的记忆内底，来互咱的第二代知影。12月就是修殿节，安怎伫叙利亚的残忍的统治，上帝甲因引带，即马成做一个纪念，互第二代知影。到伫2月的普尔节，4月的潘过节，到4月纪念互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到5月的五旬节，转来读上帝的话，来学习赦免。你的对着，下面你的对着。这个犹太的作家安娜赫兰，伊伫伊写的人的处境这本册安尼讲，讲的咱的生命，若是要对过去的怨恨来得到讨放，来重新找到未来的自由，咱就要学习赦免，学习赦免。伊安尼讲，若无赦免，咱就无法度对以前人所做的后果讨放出来。咱永远就成做人以前行为后果的牺牲者。报复
就是重复前一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下面就是对这个报复的循环，真正来得到头棒。不过伊嘛安尼讲，咱得要会记得迄个历史的事实，通过下面这款创造性的训练，咱才会当互迄个课堂的记忆来得到治疗。我咧看天安门事件，互我真感动的，就是迄个中国的人民大学的教授，即个丁子霖，伊的囝去用弹死，伊招差200几个老母，因的囡仔拢去互中国的军队拍死，因组织一个天安门的母亲。2001年，联合所有受害者的老母。因联合发表一张公开的批示，我用中文来读。我们已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我们既然已经站起，就绝不再躺下。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的心底。已不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今天，我们将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对生命、对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它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害。在正义的追索过程，我们感受到生命中爱的责任，而非仇恨报复。但这样的爱不等于是宽恕，因为中共政权未曾对犯下反人类罪行道歉，甚至对维权异议人士，今仔日还阁加香港的百姓，加咱台湾的百姓的威胁更严厉的迫害，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仰，或是普通百姓日常伦理出发，是不可能的，是绝对荒唐的。家老母安尼讲，但是爱的责任，使我们尽可能联合更多的人来，更有效的制止暴力与杀害。几年前我有去为了新人去美国募款，去 New York， 我有参观迄个911去用弄倒的2栋世贸的大楼，遐遗址有纪念3000几个人死去的人，逐天拢有足侪人去遐。咱咧纪念、咧悼念的时，咱是毋是会当想象一个更较好的未来？这个更较好的未来，毋是报仇，毋是迄个恶性的报仇的循环，是会当赦免，会当赦免，会当认罪，也得到上帝的赦免。我咧看教会的历史，咱的初代的历史，伫压迫的中间，咱的成长。起造伫顺道者的会，彼得64岁倒定十字架，保罗64年去伫罗马互人抬头，巴德罗买68年定十字架，马可68年去互吞大死，安德烈69年定十字架，马太伫非洲去互毒死，69年70年，多马80年伫印度互人毒死。提摩太90年伫幼所互人斩头，路加91年伫罗马互人吊死，约翰96年伫幼所互人用油烫死。
咱的教会若是报仇，咱今仔就无法度坐伫遮礼拜。迄个特土良安尼讲，初代教父特土良讲了真好，恁会当折磨我，会当审判我，总是我会变做更较济人，因为信徒的会是新信徒的政治，佫是教会的政治。同款，咱伫1947年，伫台湾有228个事件，老真侪台湾人的会，今仔日已经成做新台湾人的这个政治。咱咧看人类的历史甲命运，思考伫罗马帝国压迫的初代的基督徒，思考战后伫国民党压迫下面的台湾人，思考今仔日伫中国共产党压迫的香港人，伫死亡压迫的威胁，勇敢地活，活着。勇敢地活，有时因的胜利，就是被钉死伫十字架，也袂架当伫主的听。总是有时的失败，就是迄个枪口伫迄个威胁惊吓的时，会失落勇气。这款的历史情景，发生伫第1世纪的罗马帝国，也发生伫今仔日台湾甲香港。有时咱的胜利，勇敢见证咱的信仰；有时咱嘛会失败，咱失落迄个勇气；有时咱嘛会惊吓来出卖咱的朋友。台南新人医以前的校牧吴文牧师，当施明德咧逃亡的时，秘伫伊的厝，听电视咧讲。甲施明德报出来，会当去领200万。我们牧师当看施明德真惊吓的时，就牵伊的手，讲我的信仰赢过200万。这就是台南新学院神学教育的价值。咱的信仰绝对赢过所有的一切。伫无论什么款的压迫，袂价当咱伫主内底会听。最后，我用高宗元牧师伫1990年228平安礼拜的祈祷来做结束。伊安尼讲，安尼祈祷：真理的神啊，求你赐阮新的心、新的气力，求你互阮会通除去一切的偏见、甲仇恨、突破成绩、语言、种族甲立场的围墙。彼此关怀，彼此体贴，彼此接纳，彼此相听，来起造光明甲美丽的台湾，来促进人类的公义、和平甲进步。阿免，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上帝。你将上宝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的疼，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就是伊伫上痛苦的时，抑阁会当赦免迫害伊的人，为着因祈祷。今仔日阮正做台湾教会的每一个分子，阮就是有台湾这款的历史意识在活。抑阁即款的历史意识，无互阮正做冤仇，无正做仇恨，因为阮有耶稣基督，有十字架的疼。总是即款的疼，毋是廉价的恩典，是一种的气力，迄个改变人的气力，唤醒人的良知的气力。就安尼，阮的未来较会当想象较好，迄款。充满公义甲仁爱的未来，就是安尼。阮咧重视神学教育，阮咧教导新一代的传教者，委身伫即块土地，带着迄个会当赦免即款的疼，去服侍台湾的百姓。无论伊是啥物款的种族，伊是啥物款的人，伊有啥物款的立场，
愿上帝祝福阮的教会，祝福相邻教会。以祷靠主的名，阿门。一个新人院的影片吼，咱来。西式学院，源自1869年，李秀牧师以及马雅各医生分别伫高雄旗后、台南府城所设立的传道者养成班。1876年，巴克利牧师佫将两位合并做府城大学，而且适学校伫台南东门路一段即卖的所在。咱伫2年前吼，就得到政府的立案，开始有叫做南神神学院。还有2个研究所，一个是神学的研究所，一个是基督教的研究所。神学研究所就是培养将来要做去教会牧会的牧师。基督教研究所有2个组，就是即个教会音乐，甲宗教社工，伫教会牧养的牧师，有伫教会即个礼拜，的即个遮的工作人员，也是牧者。过来，咱有做社区的计划，通过社工的专业做社区的计划，比如长照啦，还是小朋友的服务等等。台南神学院150多年来精神传承，伫南神受神学教育的师生，拢有敬虔、本土认同，也会当以现代文明对话，以听甲公义回应上帝对现今台湾人民的拯救。林东本土，伊叫做主经化。就是要安怎伫台湾这块土地来思考这个神学教育，所以阮遮的神学教育阮拢用台语咧上课，用台语咧礼拜。当然学生因有对原住民无同款的背景，因伫私下会当讲因的母语。南神神学院以培养接受上帝呼召的基督徒，照着信仰群体切磋、激励、反思。关怀以及行动，养成互信、互爱、互忠以及健全人格基督仆人呼召的基督徒，以做好台湾教会与社会回应上帝的慈爱甲救恩。这间学院上要紧的精神是伊的图书馆，咱真无容易单开始。伫3年前开始兴建这个图书馆的计划，伫去年甲伊完成，嘛开始咧使用。虽然佫欠差不多1亿啦，所以阮即摆有一个计划叫做祈义恩典，就是祈求有1亿的捐款，的这个恩典，就是讲咱毋茫伫3年到5年有100个单位，还是100个人伫3年到5年中间为新人院奉献100万。图书馆会变做校一个真重要学生学习的所在，鼓励因去读册，鼓励伊去提升。伫2020年正月14日，南神神学院新城隆重举办第1届毕业典礼。头一届学生伫行出神学院了后，需要一个无偏见的神学心灵，以新的眼光甲宗教以及社会对话。我想，这个学生伫这个所在的训练。就是互因对神学的部分，互因会当认捌上帝，知影这位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嘛对认捌上帝来认捌家己，看到家己的有限，看到家己的软弱。台南神学院对于本土化的神学教育是非常用心跟扎根的。那我们也始终相信，上帝在台湾这个国家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要去挖掘、去发掘，也是未来我成为传道人以后要不断分享的故事。会当来到神学院来受训练，是一个上界有福气的。因万但伫这个所在环境的好，佫会当伫这个学校看见侪侪这个宣教师，侪侪历代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好的长辈，因所留落的信仰，会当真侪因真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讲，互因伫思想的顶面会当更较广阔，互因伫因的服侍顶面会当真做一个安尼更较会当有影响力伫这个社会。
学校是在上帝的里面，可是展现出自由的宽度。这个反映在我们的校园生活，反映在我们的学习课程里面。同样的是，学校在自由里面要求的是自律，这个看似很矛盾的，可是在上帝的概念里面，这个是可以去实践的。这也是我们学生的生活。我发现，其实自由以后，学生就会自律。宗教徒对神圣的敬虔，必然展现为对苦难与弱势关怀，甲对公义的献身，而挺身对抗集体罪恶的不义。阮的学生拢鼓励因毕业了啊，到伫收费到伫乡镇啦，到伫海边，帮助遮的弱势团体，特别咱知足侪庄脚有迄个隔代教养的，引起了威信伫即个所在，所以从迄个耶稣的即个愿望，咱讲希望工程啦，带互即个社区，所以咱有即个对加里文来的敬虔。苏格兰的即个时代的即个启蒙，甲有普世的即个教会，甲临当地乡土即款的精神，这是咱新学院的即个真要紧的精神。即时咱要来回应上帝听，咱吟诗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咱三个起立来吟。真侪伫未奉献的大声，我要代表双连教会欢迎头一摆来阮教会参加阮三个斗阵礼拜的兄弟姊妹。如果恁伫外口若无填来宾的留名卡，请恁确定会当填写到收奉献的指示，咱即时三甲来奉献。
咱三角起立来感谢，亲爱的爸爸上帝，阮实在感谢你，因为阮实在是一个真卑微小可的人。主，但是阮伫阮的过程中间，阮每一时每一刻拢感谢你的恩典的疼痛，甲你的照顾。阮的每日的食穿用拢有够额，完全一切拢是想你的想事。阮的财情、阮的家庭、阮的一切拢是你的想事。阮献上阮的感谢，只是阮献上淡薄的金钱，袂望会当互教会的路用你来感纳。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用阮来简单的报告。咱掀开周报第4面，本主日是总会所定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台南新学院的院长王聪尧牧师代表前来本会，有3场礼拜来正道请安甲报告，愿上帝祝福台南新学院全体师生的学习、生活甲服侍。咱今仔日我提醒，若有人无方便的，迄底下会当扎转去吼，下礼拜再搁扎过来。那本会有英语牧区的罗信道传道师教师，伊要伫6月21日要结束咱当年伫咱遮的服侍。较顶咱蔡牧师有搁较深入的来报告，伊伫个7月31日要去到德国牧会吼。咱看遮总务委员会的消息，咱感谢上帝。伫教会有逐场的礼拜聚会已经渐渐拢恢复线顶的礼拜的期间，咱经历了国外节，也有母亲节，咱有兄弟要继续以奉献来支持教会逐项事工。这节庆的感恩甲奉献底下，恁若要甲补充过来，咱伫外口10楼外口有放喺桌仔顶吼，恁会当继续来甲使用，会当甲补充过来吼。有关具体的关怀，本会黄振辉执事的母亲，就是黄大宝珠执事妈，伫5月29日安息主怀，要定伫今仔日本主日吼下昼2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咱兄弟会得通关心、代祷、参加，愿上帝来安慰为足。佫有一个补充的报告，有关于具体的关怀，就是本会会友黄永石甲田桂美翁仔某伊的后生黄颜杰兄弟，伫个6月12日安息主怀，请兄弟会当关心、代祷，愿上帝来安慰为足。咱因为肺炎的疫情有到一个段落，所以咱有一寡团契拢有渐渐，甲一寡小组拢有渐渐恢复开始。然后有一寡报告，也是咱的主日也是咱的上课，拢伫个周报中，咱会当家己来看。咱接续要交蔡牧师，伊要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有一位即洪明华女士，毋知坐伫倒位？好。
好，这是来咱教会学台语哈，欢迎。个第二位是张友湾律师，好，谢谢哈。好，其他教第一遍来甲咱这一拜，兄弟无介绍到。咱特别欢迎这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去咱的贵宾室，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咱也特别感谢王院长今日甲咱做伙分享信息。咱的周报的中间，咱有看见到咱英语牧区的拉基斯老师，伊有要结束伫咱教会服侍吼，伊伫咱教会已经有服侍6冬久，伊的新的后一个服侍的所在要定伫这个德国，所以咱今日特别咱真毋甘但重视伊有伊人生的规划，所以咱伫遮要来欢送伊，教会有一个简单的礼物要赠送互伊，咱请拉基老师来台前。咱也要请拉基老师甲咱分享几句话哈。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亲自感谢你们。我2014年。哇，已经很久。我2014年来这个教会，那个时候双联教会邀请我来关怀英文牧区。可能一些人不知道，但是我们的 EM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台湾的长老教会，我们是唯一的英文牧区。这个就代表我们会提供一个很特别的空间，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多说英文的爱上帝的人，在外面他们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在 EM 当然我们要提供这样的空间，我们要提供一个地方可以来敬拜上帝，但是我们也要给人更多，我们要提供一个家，我们也要提供一个家庭。在我们的 EM， 我会欢迎所有的人，特别那些在外面不一定会受欢迎的人，我们要让他们都感觉到上帝的爱。在我们的英文牧区，人从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会一起来；人从很多不同的信仰背景，他们也会一起来；人从很多的社会背景，从政治人物跟大师到前辈的街友，他们也会一起来成为一个家庭。所以这6年在英文牧区，我们真的有3个大的目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多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认识他的好消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更多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要关怀他们，要让上帝透过我们，透过他的门徒去外面祝福别人。第3个，我们要创造一个有爱的文化，我们要让所有的人真的感觉到上帝的爱，在他们的心里真的有喜乐，真的有盼望。所以这6年内，我真的很高兴看我们的 EM 发展，有更多人，更多孩子，当然，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发现有更多爱。所以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你们，我特别要感谢蔡牧师，在这感谢蔡牧师，特别要感谢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执事，特别要感谢你们
每一个人。我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一直会鼓励我们，会支持我们，为我们祷告。谢谢你们。现在我跟我的家人我们会离开台湾，当然我们很难过，台湾是那么好的国家。我们也很难过要离开我们的英文母语的家庭，因为他们不就是会友，他们不就是我们朋友，他们真的是我们弟兄姐妹。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不会担心，因为我知道在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再来看到你们，看到我们英文母语的朋友。在未来我也知道你们这里在长老教会，在双联教会，你们会继续关怀我们的 EM， 你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也会继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你们的支持，也要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服侍。谢谢。咱多谢咱徐老师哈，我想伊讲的大家拢听有嘛吼，因为伊的中文比我的英文较好啦吼，咱真感谢伊，咱搁一遍拍鼓仔来感谢哈。请咱也爱持续替伊甲伊的家庭、甲伊的服侍来祈祷，因为因去到德国这个所在吼，其实。伊最近嘛，我嘛替伊真烦恼，讲因为德国遐抑阁有即个疫情，抑阁咧传染吼，所以望讲上帝保守看顾因，互因伫遐当做真美好的服侍。咱搁一遍来谢谢，多谢。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自己伫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语，阮搁一遍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中间如果若有忧伤、失去亲人的，会通得到你的安慰。阮中间有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阮充满喜乐的，也互阮学习用感谢的心归荣光给上帝。主，阮特别为着今仔日的新朋友，将玉冠甲洪明华两位女士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得到主所赏赐一切恩典。阮也特别将咱老师因全家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引带因头前的路站，保守看顾因，互因伫德国这个所在会当继续为你做见证，荣光你的圣名。主啊，阮也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台南新学院完全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这间学院的老师同学，互因伫校园的生活中间得到主所赏赐的智慧甲平安。互因透过伫学校的学习，训练出合你心意的路步，伫教会机构荣光你的圣名。主，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们来吟上营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参加起立来吟。吟诗煞要请王牧师来替咱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世无尽。阿免。请坐，密道小温将受垂劝。